基隆协和电厂要改造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会议，目前伫环保署在开会。环保团体立委佮有基隆市长谢国良嘛拢去环保署关心哦。咱连续6号人伫现场的台记者郭碧君甲张玉水来了解现场上新的状况。 4届的环评会议，伫咧今仔日下晡1点时阵，伫环保署举办。因为顶摆5月25的环评会议是现场是有发生冲突，所以到今仔日是继续进行这个会议哦。今仔日的会议发言的天数是无够接受现场新的民众来登记发言，是按照顶摆5月25的时阵登记的天数这个名单来继续发言。环保团体是批评这个天数是环保署咧惊民众表达意见。 而且嘛，批评环保署有这环评的天数是无按照规定来行。台电基本上有一些送件的要件上面，我们发现到有严重的缺失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环保署照理来讲，应该是要求台电先把资料补正之后再行排审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，环保署自废武功，直接就是强行排审，协助台电要在今天闯关。的确有更改过。 那方案也跟以前的确不同。那刚刚这个环保署的同仁跟官员说的非常好，就是不管是环评怎么进行，都未来还是要跟相关的主管机关，包括地方政府来做一些必须的申请。 因为4接3点控的方案有改变过去计划当中填海造地的范围，所以应该重新提出报告，才会使进行实质审查。因为环评会议无按照规定行，但是环保署代表表示，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。另外，今仔日的会议除了侪团体甲立委到场以外，今仔市长谢国良也到场来关心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。